人偶然事情，在今日激動未停，也許只因發現，人情感往往然太豐盛，思緒亂了，心亦沒法子，三張暫停。沒法比共情，受傷後心路歷程也勁，有形作聲，如漩渦永遠無法安靜，無形或者適應到一定，我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連情緒都可給佔據，仍難放得開所有離愁悲傷，成為累贅或雨水，前後再聚。原來乾脆亦是一種面對。I do care， 有時間傷口中切進，為求半分鐘不要延長下去，在下秒鐘請卻是停下眼淚。像各樣劇情，或收穫一份當然最好，也能珍惜。好美怒可會破盡了歌詠，完全不想傾聽這衝擊，想要為何受刺激？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但是最多可給佔據，記得必須苦水有時候也想編織，這正是難應對，這麼是難抗拒，別氣餒，仍在幸福可以自信，平和半秒留神半秒，仍然進口。I do care， 原來非錯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純粹傷口很有趣，一點即使走出去時候會否不對，若是遺忘了我，但面前還有你在這裏。眾志重生，希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揾到呢個自己情緒嘅出口。